我也那个没多他。那是这么了的，这么了的。但是听你直播呢，他确实没多，他就嘛阿三能买那钱王子，那顶这个呀动作比赛对是。刚刚山西老师就。哇，这能买那了米客人给输了嘎起给我的托多的是吧米？爸。我的比赛带小单年轻。是吧？你拉去嘛咯，真的，你拉去嘛嘞。俺拉去个，那就那人过清明都，王子都你说他，阿三没些通不当王子才是不叫，我也没都。那个阿三那个直播间，没些的找这个的想打个下线，没听用我也没都。跟阿三生的下，没些过来点的。da morası na ci yugo ne ma de nang ma da zhong shu jiao gu ce de an qian zu pei xing zhang ne ge jian ju meng gu ji de ne de ge qi lo ne de ji jian xie dang de zu le wo zhe hai zhan yao du da zuo qi ge ba ma de qian ma ni chu la dang yong 那是个是有。能不能钱不得嘛？现在看得不对不起。有个是有个。啊，给他钱嘛，你保险结果嘛就能。有个是有个。啊，是给他赔囊少，我都拿嘛自动钱，你有那给他可在那这个在那边怕提前就拿到没了。那是个是有个。我们给他直播间，直播呢，拿嘛怕用到吧？咱没挣的现金嘛。阿三。哦了。王子打造技术，他现在说么多了，家伙晓得，现在出轨顺着你就是我是喽。把打造家伙钱，别么多结巴保险掉了，别么多结巴也是得比得给你得的。那是喽了。这先把能咱们都能不能全部先给这下？这下我都出不多。这就嘛动作 top 是哪的那么帮打吧，上老呢？这么了的，这么了都。我那场呢，没事，你讲不起，有个些的，来个地方大些，民间阿三的熟些下些的，能帮的不？啊，这家伙山西老师听着亲热气多。这你听着呗，听着你。听着你听着呗，俺听着亲也没得啊。听着呗，哦，听着其他的有呗，是吧？他年前那阿三的王子多不多啊？他等于呢连麦麻将可多了，阿三写不死的，大家阿三偷钱呢，阿三也没要过这手的，让王子娘给生意掐上，等于呢关键我是。就老年都是对的吧？别的可怜嘛是，我心没咋是个叫啥？莫然这节有的，我把下来的点子呢，莫然有女儿呢，这童女我都中间在进行谁有？谁？中间的谁多这是？对面去。那没什么伢的。别个嘛，他在那做配料给老板去了。这怎么？也好像是老板现在就做配料去。这么了，对不起，这么了懂。让他老板看是啥？俺山西老师。把你接着喝这个东西，俺老三让用都能做配料去。那是有。刚刚他妈的写当，俺刚打的拉着兄弟在讲，他打把就在这里超市去买吧，是吧，山西老师？那是。那他了王子给俺的丢了，那是个鸡巴，但下播前才看是个对的。下播记得没得录音的那年节目那啥。对得起啊。录音下播前这样分析你是多钱呀？关键我是呢，俺家不是个招的，是个在带着你晓得吧？我分我。真的是么的样？他能不能专业说菩萨嘛的？这阿三给小三的请他吧。有。那你没先把给可在追给，他不得看的，说爸爸就追吧。那是山西老师。那阿三老师现在这人说了其他钱，现在说是的，那娘穷说干的钱穷的他妈把的小把你浪土着，你先服务员就要去钱。叫小把浪着没事。把小把子浪着加完学有的。杨澜小姐，王子杰，杨澜小姐。那都是山西老师。年龄了嘞，你妈别多，你现在懂得是老三了。好吧，他现在就懂的。难说起。这弄不上，我看没得看到的。那都我第一，那都我现在的阿三对呀，当前
可这时候嘞，大山呀动作故事没打，要不接训的，要还是不能半截老三的。反正多少原因的。帮大而已。这么了得了，这么的人家这个动作故事没接，打人的阿来面试人的。我呢，动作地方给能不能写给爸妈把那个再追过来，我的他的动作地方吐死，那这个听的还是可是评委训练家人的。我都听的。阿来念了底薪算多了下，我吧，底薪算多了下，他动作带进，对的那样可在把过来，我的带人的。我的，哎呀，他俺你出当王子让吃当去洗呀。爸，写个我的这些混状呢，这明星本地阳光帮协会其中的给我的看介绍的这期啊，阿上给对吧？这那他这也是蛮重要的。写是难说懂的，阿上的那个就是那写30几岁啊，估计。有那倒没有。写看着我这个写啥？写孙那个老师的。哎呀，给老师这个小这个咱们。写个当段。他写我的这阿上是的王子人给写别顶级的懂。这个他多么蛮大呢？对啊，的王子可把懂着，他多么王子界呢？那正宗王子的来调的，不要给。对，咱这来吃摇滚王子啊，不算吃当的。都是当然我。写个当段。王子那个切懂的，王子吃了懂的。对方房间放大啥，他都是人们的。我的，我的下属，我的写过的。我的下属。不是。那王子盯着钱的了，俺都来讲对吧？我来觉得。当然我吧，好的。害怕这个就阿三能他们都过，这他们有了。亚当王子分析家就来加油点说的王子，摇滚王子阿三这样啊，就记得王子给面试去了的，正宗的。咱们绿色直播车啊。Narsimtola Nantama kandi tene Narsungu sana Tanyamare sonde Nainin te dolendo me bayo Dacha chetanga Lapalini kaka Dacha chetanga Lendo me zeta Ridaton chetala Deki towi molamde Molamde Kirang kisse, ngarang kisse, zedong terlai jika yang mentah. Memesewa, mesen kedoso, zedong memang meneka bersya, jana tak mare, jana tak mare.
나를 숨었달라 난 담막한 뒤태네 나를 쏘고 쌌나 장염말에 손을 나 이제 돈을 좀 해봐요 다자 짓당아 락발리는 카카 다자 짓당아 랜덤에 비슷다 홍수다 동해달라 이게 더위 뭐람대 뭐람대 기랑겠어 나라겠어 새똥설라이지 가야만 더 맘마트세와 맥상게도소 새똥어망오네 가모르샤 샤는 탕탕말해 나샤나 탕탕말해 야 족보야말로도 너르스부터라 타마까지 되는 너르주고 썸너다 니말을 손대 난이 밖에도 리조베 버텨서 아이고, 오케이. 가수. 아야. 갖고 치면서 아.当然是踢球恰水的王子嘞， 아 踢球恰水的， 요요 干的，加上的。那看这球上阿桑，在这兄弟他地看是吧？等到人家我这感觉地，他的地当上啊些，大想他大的下生的。等到实力保留了的钱说，等到爱你才当然要的。他的娘些的，他都干个这个钱的呀，来个来么就吃。没着三姐娘，这个保留了这个节上。 Dia malam teka, dia malam teka. Tak mare de rang sim na sane. 你这钱了多少？ Aw 这家长，他说家长对没呗？你这是对没不着？他那款子对吧？第四个那个在之前呢，差不多用的吧。老早呢可得了吧？就来等了。 Ya, gak. 他还和我说嘛是，多个没多那大了，都说说就了的，扎不了的，说家嘛家家扎不就了的，吧？也没吃吧，你送我有时呢来这都嘛的。这说是那个看人家不钱。 来个要不钱那些阿上给税不是免费税不是？爸爸，我也去。那到这个那个这个我的了的，找不现在中基本。这找不是那你懂啊这是家。对。那个这哟，来路上让谁那个这哟？ kartuş otsama kartuş da. Kartuş. Çocuklar çenti bak. Çocuklar çenti bak. Dicil bası gazere. Çocuk çenti bak. 对，牛掌门。牛叉们着，牛那就是其他人，我这来的牛他们是个。你这顶着牛叉山鸡老师。 呀， 顶着牛叉是干柴牛叉是俺们吃。但是牛叉，等到人家到这的懒得咱那么过么就看那怕家不们着。到我这边呢了，那么的开钱那这当出边呢，对吧？那辣家不们着王子。哦，山鸡老师哥。啊，张哥是老三，张哥是提起这个在子去，牛叉顶起。 Çocuk çenti bak. Kasa. 아따 시 거를 봐 지지기. 어디 뇽다 내시나 장고시다. 마 장고시라 내 나카도 띵쇼다. 장고시라. 네. 장고. 야 쇼라 나 뇽다 게 다다 되면서 아산을 지체해서 다다 되 말에 장고시라. Çocuk. 이거는 직 착수제. Çocuk çenti bak. 但是老师老的来牛叉，从这牛叉进来的。
其实要这了不这个。对，谢谢我这个的。这个阿三一看要不钱用钞的呗，要么偷钞的呗。这个是弄他们是。大地估计地阿三那个大罗到王子那那定记的吧，他不会的动作的是这点子，估计放在下罗东。你妈那个这吧，刚才不就你个有没得？不就不会吧？是不是？这最放在点子呗，下些点子。我听那个不是东的王子不没这前王子放在下罗。笑死个谁不咯？你妈的，俺这吧不就啷个的人家用的，不就顾不了的，这家放在家个去的。山西老师。哦。那么了，用这个王子写当一往这当嘛的能到了，我的是吧？这我那都写了，阿来到几出的车看年给看很多人给对说过几个，看这几个对对。说听了不去。啊。对说他妈了，这山西老师看。那对说车嘛的。哦，车嘛的。大家阿三哥了不？阿三哥。那东西都我呢养起我他进老板的能不能上班赚的？哦，年纪老个，山西老师的，山西人，呀，他们是哥那的，年纪老个，年纪老个，他等我地检的，他路上给他老师，阿三老师接触个，路上老师接触个的。俺老师就没我去，俺最近俺今天上午。他那老师俺来买，骗子老师结果的，他那能不能我这进来买？老师进来买，对了王子大概70。8。那第70对了，王子那个的阿三呀，阿三个是，但我那估计那么开张车子，等俺来个猪肉，我这要结果对说车主没说都要不这学习的，那这这啥的来个清汤吧，现你都学啥？那是山西老师。我的要接了，但直播那了，今年直播那了，没动那当然带着掉了。但中国那位阿三，我心里面没了啦，没阿三是那去了。那是山西老师。阿三年老板把是开浪。那是山西老师个有个。呀，但我都应该要接了是。阿三个俺在这个。我说他管的是，那要不前面那车的，他这个动作带着，什么都能直接爬出啊。阿三哥，接着学的话，要不前马上来马车的了。有，阿三哥，我的离家用的呢，离家就是过去，真的我的钱个山一根线给了几个。是阿三给了啊。不接啥的。阿三记住钱呗，他懂呢。他要我钱喂，让他过别下不钱钱，山鸡是过来罗斯的的。钱嘛这些，钱嘞，他要我钱你记住你介绍人那买那还可么说，上班要不钱钱。爸，那是山鸡老师可以。你就说他的阿三那个来给我用的吧，看他能不能骗脱吧。爸，王子人给来铺上不是盯着热度啊。但他能不能来没中业哟？那刚过来住买那中业买那压力30度是个这，别我有对。爸，对吧？个怕听清楚听清，对嘞，能不能来上班请王子说搞不起些你知道？那是山鸡。那你吃起这啥？对天天压的，能不能效果要求呢？阿三给拉不吧的？那是山西老师。当年的直播呢，那接动没接动了，都其他都是没orders了，俺那老厂的那有的，接着开这个都闲的。